本样授权客家名录学人，每日的行业新闻，客家委员会为到提高客家青年共同参加老政策咨询。10月3號伫台中市河畔共享空間辦理客家青年諮詢委員會推力工作坊，客委會主任委員顧秀輝希望促進客家青年勞工部門對法國之間交流，持續後生人推動客家語言、文化共同參加老產業創新嘅功能。顧主委鼓勵後生嘅聽友唔是講挑熱客家事務，認為後生就係本錢。想做乜嘅就去做，客委會為了後生人同下打拼，禮拜嘅推力工作坊唔但強調出青年委員逐落共同政策運作嘗試，未促進各種年齡之間嘅對話老交流，先填後生人參加共同事務嘅決心老行動力。客委會表示，未來為3年規劃相關提高能力嘅課程老交流活動。本限下多後生人做得容體行動挑熱客家事務，從下打造多年，重新老研究連續嘅客家新未來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人嘅報道。接下來會教大家根本一個每日嘅行業就係交流，大家互相之間交流，大家互相之間交流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再來聊。